張柏芝撞正大麻煩啦！呢位曾經喺香港娛樂圈公道發紫，憑住清純玉女形象收服無數粉絲嘅女星，而家被捲入一場複雜棘手嘅法律糾紛，被曾經嘅乾爹余玉卿追討高達1200萬嘅款項。呢場官司就好似一場漫長又僵持不下嘅拉鋸戰，已經持續咗整整5年，期間好多次開庭，每一次都吸引住好多人嘅目光。而12月5號呢次庭審，更加吸引住無數媒體嘅注意力，好似一場盛大嘅法庭大呼就嚟拉開帷幕。嗰日，高等法院外面早就聚集咗大批媒體記者，成排嘅攝影機同閃光燈嚴陣以待，大家都伸長脖子，等緊想要第一時間捕捉到同呢場官司有關嘅任何細節。臨近9點多，一部保姆車慢慢咁駛入大家視線，穩意意停喺高等法院門口。車門打開，張柏芝帶住4個助理現身，呢個場面瞬間就點燃咗現場媒體嘅熱情。快門聲此起彼落，閃光燈不停咁閃。對於呢位好耐都未喺公眾場合咁正式露面嘅女星嚟講，每一次現身都足以引發一場媒體狂歡。畢竟佢嘅每一個動作、每一個表情都好有可能成為大家茶餘飯後嘅談資。張柏芝身着一身黑色造型，由頭到腳都透住一種低調又神秘嘅氣息。佢戴住墨鏡，令人好難睇清楚佢眼入面嘅情緒。深綠口罩緊緊遮住咗大半張面，只露出精緻嘅眉眼。佢肩上嗰個金色包包喺陽光下顯得好刺眼，好似喺無聲咁宣告住啲咩嘢。然而最引人注目嘅並唔係佢精心搭配嘅裝扮，而係佢嗰明顯消瘦嘅身形。佢瘦得好嚇人，原本就纖細嘅四肢而家更加顯得弱不禁風，頸上嘅紋路都清晰可見。呢種肉眼可見嘅疲憊感同佢喺綜藝節目入面嗰個活力四射、充滿魅力嘅形象截然不同，令人不禁為佢捏一把汗。心裏暗自諗，呢5年官司嘅折磨究竟令佢承受咗好多壓力。張柏芝顯得好謹慎，或者話充滿住防備。佢身邊跟住4個助理，2男2女，呢個陣容都算幾壯觀。嗰2個魁梧嘅男助理，唔使諗都知道係保鏢級數嘅人物。佢哋身姿挺拔，眼神警惕咁掃視住周圍，一路開路護送，確保張柏芝嘅安全。面對媒體嘅圍堵，張柏芝一言唔發，全程避開鏡頭，腳步匆匆咁往法院入面走去，好似唔願多談同官司有關嘅嘢，好似多講一句都會俾自己帶嚟更多麻煩。而另一邊嘅余玉卿就顯得好輕鬆，佢提早出現喺法院外面，悠哉咁飲住咖啡，面上掛住淡淡嘅笑容，心情睇落比記者仲要輕鬆。佢時不時同身邊嘅人傾偈，時不時又抬頭睇下法院嘅大門，好似喺等待住啲咩嘢。都話態度反映底氣，但喺法庭前面，底氣呢啲嘢總係變得複雜又難以捉摸。也許佢心裏有自己嘅盤算，又或者佢只係喺故作鎮定，試圖喺氣勢上面先壓倒對方。要追溯呢場糾紛嘅源頭，都要翻去2011年。嗰一年，對於張柏芝嚟講，或者係人生入面嘅一個重要轉折點。佢同余玉卿簽咗一份全球獨家經理人合約，期限為8年。按照合約規定，余玉卿提前預支咗4000萬港幣俾張柏芝，呢唔係一筆小數目，喺當時足以引起娛樂圈一陣轟動。而條件就係佢必須拍攝4部電影，亦即話每部電影嘅片酬為1000萬。對於張柏芝嚟講，呢既係一份豐厚嘅報酬，亦都係一份沉甸甸嘅承諾。第2年，雙方又簽咗2部電影嘅補充協議，增加咗2000萬嘅片酬，但實際支付金額為276萬，亦即話張柏芝從余玉卿手入面總共收取咗4276萬嘅款項。然而問題都隨之而嚟，6部電影張柏芝1部都冇拍，呢就好似一場精心策劃嘅交易，一方付出咗巨額嘅資金，另一方卻冇履行自己嘅義務，矛盾自然就產生咗。余玉卿嘅邏輯簡單又粗暴，我俾咗錢，你冇履約，我虧咗。喺佢嚟講，
自己為咗呢份合約付出咗巨額嘅資金同大量嘅資源，四處奔波為佢聯絡電影項目，安排各種宣傳活動，就希望佢可以憑住呢啲作品再次返工，自己都可以從中獲得相應嘅回報。然而，現實就好似狠狠咁俾咗佢一記耳光，張柏芝冇拍攝任何一部電影，呢意味住佢嘅所有努力都付諸東流，資金打咗水漂，呢顯然係唔公平嘅。然而，事情如果真係咁簡單，官司都唔會拖咗5年咁耐。張柏芝方面顯然有唔同嘅睇法同解釋，畢竟喺娛樂圈呢個複雜嘅環境入面，好多嘢都唔係表面睇咁簡單。余玉卿一開口就打起情分牌，佢話自己同張柏芝嘅爸爸係幾十年嘅老朋友，兩家關係一直都好好，張柏芝一直稱呼佢做乾爹。喺張柏芝遭遇歪照門事件之後，佢嘅事業一度陷入低谷，形象受損好嚴重，廣告代言紛紛解約，電影邀約都寥寥可數，好似一夜之間鬆娛樂圈嘅頂端跌入咗谷底。就係佢頂住外界嘅勸阻同壓力，毅然決然咁拉咗佢一把。為咗幫張柏芝返工，佢想盡辦法幫佢塑造好媽媽女強人嘅形象，喺各種場合為佢宣傳造勢，甚至一次性俾咗佢4000萬，為咗幫佢解決買樓問題，令佢可以有一個安穩嘅家，重新揾翻生活嘅信心。聽起身，余玉卿好似好仗義，為咗張柏芝不惜付出一切，就好似一個無私嘅守護者。然而，仗義往往係最貴嘅嘢，亦都係最容易引發糾紛嘅。喺利益面前，情分有時候都會變得好脆弱不堪。余玉卿而家嘅主張就係，我付出咗錢、資源、情分，佢卻唔認賬。喺佢嚟講，張柏芝嘅行為無疑係對佢嘅背叛同欺騙，係對佢哋之間情分嘅踐踏。佢覺得自己一片真心換嚟嘅竟然係咁嘅結果，心裏充滿住憤怒同不甘。然而，張柏芝嘅回答都唔客氣，佢表示合作1年就結束咗，你公司2013年清盤，你辭職我仲可以揾邊個？喺張柏芝嚟講，余玉卿嘅公司已經清盤，佢本人都辭職咗，呢意味住佢哋之間嘅合作關係已經自動終止，自己自然就唔可以再履行合約入面嘅義務。而且公司清盤同余玉卿辭職呢啲嘢都唔係佢可以控制嘅，佢都係受害者之一。呢一點，雙方邊個都唔服邊個，都覺得自己係被坑嘅嗰個，就好似兩個固執嘅細路仔，互不相讓，爭執唔休。呢次開庭嘅火藥味比前2次更加濃。張柏芝嘅律師提供咗一段音頻做證據，入面係余玉卿嘅聲音。造假，張柏芝方唔好弄。言下之意就係，余玉卿係造假慣犯，為咗達到自己嘅目的唔擇手段。余玉卿嘅回應都好快，佢表示嗰係當時嘅戲話，我根本冇造假。佢解釋話，當時因為合作過程入面出現咗一啲矛盾同問題，佢一時情緒激動先講咗咁嘅話，並唔係真嘅要造假。雙方都唔肯讓步，火勢迅速蔓延到更加敏感嘅地方，稅務問題。余玉卿突然反指控張柏芝攞咗4000萬片酬卻未納稅，呢一指控無疑令張柏芝承受住更大嘅壓力，就好似喺佢原本就沉重嘅負擔上面再加多一塊巨石。喺娛樂圈，稅務問題一直係一個敏感而又嚴肅嘅話題，一旦被查實存在偷稅漏稅行為，唔單止會面臨巨額嘅罰款，仲會對個人形象造成毀滅性嘅打擊。張柏芝嘅回答都唔繞彎，我喺大陸拍攝，稅都喺大陸着咗，香港唔使處理。然而呢聽起身都唔似一個可以一句話就解釋清楚嘅問題，尤其在法庭上面，稅嘅問題永遠都係一顆敏感嘅地雷，稍有不慎就可能引發更大嘅爆炸。雙方你一句我一句咁爭執住，越聽越似一部狗血劇，各種矛盾同衝突不斷升級，令旁聽嘅人都感到心驚肉跳。可惜嘅就係，無論觀眾再點激動同期待，現實嘅夫都得由法律嚟慢慢演繹同裁決，法律先係呢場糾紛嘅最終裁判者。到呢一步，大家大概都意識到啦，呢個案子唔係簡單嘅邊個欠邊個錢嘅問題，而
而係邊個值得被信任嘅問題。余玉卿嘅黑歷史確實唔少，而且唔係一條兩條咁簡單，而係可以湊成一本書嗰種。2013年，新亞洲娛樂走到盡頭，被逼進入破產清盤程序，余玉卿都只能灰溜溜咁離場。呢就好似一場盛大嘅宴會突然散場，佢曾經嘅輝煌同榮耀都化為咗泡影。不久之後，佢被爆出私自偽造合約，冒用張柏芝嘅名義接下一部電影，並提前攞走咗200萬嘅定金。佢以為自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咁賺一筆，然而紙終究包唔住火。事情東窗事發之後，佢自然逃唔過法律嘅制裁，被正式告上法庭，成為咗眾人唾棄嘅對象。再之後，佢喺內地投資公司運營幾年之後，上演咗大結局，捲走上千萬資金跑路，人直接被列入失信名單。佢嘅行為就好似一個貪婪嘅賭徒，為咗利益不惜一切代價，最終卻輸得一無所有。所以而家，當佢站喺法庭上面喊我俾人坑咗時，外界嘅第一反應唔係同情同憐憫，而係懷疑同質疑。呢位前乾爹嘅黑料多得可以拍成一部紀錄片，佢嘅信譽喺公眾心裏面已經徹底崩塌。然而話咁快翻，張柏芝都唔係冇問題嘅人。講到張柏芝嘅職業信譽，其實都好唔到去邊。向太當年對佢嘅評價都幾尖銳，講大話唔眨眼，唔守時，耍大牌。而且呢啲評價唔係一次兩次嘅私下議論，而係公開點名批評。向太喺娛樂圈可有着舉足輕重嘅地位，甚至逼到向華強都親自發話，永不錄用。喺嗰個年代，俾向華強封殺就等於喺香港娛樂圈基本冇得混啦。呢對於一個演員嚟講，無疑係一個沉重嘅打擊。張柏芝後嚟雖然靠綜藝同內地市場回血成功，重新返到公眾嘅視野入面，但呢個黑點卻一直好似影子咁跟住佢甩唔甩，成為咗佢職業生涯入面嘅一個污點。所以放返到而家嚟睇，余玉卿話佢唔津若唔拍夫花面唔認人，聽起身都唔係冇根據同道理。就好似兩個人打交咁，一個打得冇道理可言，另一個雖然有理，但打得都唔算光明正大。總之，雙方都有啲懸而未決嘅感覺，都喺呢場官司入面陷入咗困境，難以自拔。案件仲繼續審理中，雙方之間嘅拉扯比橡筋仲要緊。每一次開庭，雙方都會攞出新嘅證據同理據，試圖說服法官同陪審團。真相究竟係咩嘢？只有佢哋兩個當事人心裏最清楚。也許喺佢哋嘅內心深處，都有着自己嘅無奈同苦衷，都有着唔為人知嘅秘密。然而，無論結果點樣，呢場官司都已經俾張柏芝同余玉卿帶嚟唔少嘅影響同損失。對於張柏芝嚟講，佢需要面對嘅就係公眾嘅質疑同輿論嘅壓力，佢嘅形象同聲譽可能會因為呢場官司而受到進一步嘅損害。而對於余玉卿嚟講，佢則需要承擔法律嘅責任同後果。如果佢嘅指控被證實係虛假嘅，佢可能會面臨更加嚴重嘅懲罰。無論點樣，呢場官司都已經成為咗佢哋人生入面一段難以抹去嘅記憶同經歷，就好似一道深深嘅傷疤，時刻提醒住佢哋曾經嘅錯誤同教訓。